好掛住返學校嘅生活，嗰啲團體生活啊，每一日見到最中意嘅同學啊，一齊去玩，一齊食 lunch 呢啲時候，我好掛住，好掛住。最佳女主角，白日之下余香凝。Hello， 曾璧山崇能中學嘅學生，大家好，我係余香凝，我係一位演員，同埋同時都係一位媽咪。噔噔噔噔噔，殘酷二選一。咁我就想問下余小姐，你喺美貌同埋演技嗰度，你係會想點揀呢？演技唔會隨住時間而流逝，美貌會。時間同埋金錢。時間，因為有時間就可以做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，同埋陪屋企人。家庭生活同埋拍戲。家庭生活，家庭永遠係第一位。你想觀眾記得你個名，定係記得你嘅角色呢？咁梗係記得我嘅角色啦，即係證明佢哋都要部戲好中意個角色。冒險同埋追求穩定。穩定，我個心臟受唔起刺激。嚴厲嘅批評定係溫柔嘅鼓勵呢？梗係溫柔嘅鼓勵啦，即係如果我依家話你咁冇自信㗎咁樣，咁就好唔開心㗎嘛。加油啊，同學仔，你做得到㗎。咁樣係咪即刻暖心啊？電影嘅評價係俾人踩到落地，但係呢，票房好高喎。相反，電影評價超好，但係票房就蝕到入肉，你會點揀呢？評價唔好，但係票房好高，因為係大家嘅努力。如果票房高，即係多人睇到，咁我哋先唔會覺得努力白費咗。好，跟住落嚟係快問快答。想問下你而家最想達到嘅成就係咩？最想達到嘅成就係觀眾喜歡我做嘅每一個角色。你最中意係咩方面？以前最中意 visual arts，中意畫畫。但係咧，依家諗翻轉頭，我以前會覺得我讀文科，中國文學，以前會唔明啦，點解我要去理解個詩人個意境？咁但係咧，依家諗翻轉頭，原來我嗰陣時做緊嘅嘢係同我依家做緊嘅嘢有相連嘅。我去讀一個劇本嘅時候，其實我都係要睇翻嗰個角色嘅意境係乜嘢，佢以前做過啲乜嘢導致佢依家有呢個諗法，或者係導演嘅諗法係乜嘢。咁所以其實都係叫做一個文學分析咯。千祈唔好忽視每一科，咁將來可能係有用嘅。你嘅座右銘同埋信念係咩啊？好似我中學時期都有啲大件事，例如爸爸媽媽嗰陣時中六嘅時候離婚啊，咁嗰陣時自己都有啲好唔開心嘅時候。咁呢啲時候我都會同自己講，冇嘢係過唔到嘅，即係只要你捱過咗呢個低谷，慢慢起翻身咧，你到時過咗之後，你望翻轉頭，嗰件事其實好小事。可唔可以送一句嘢俾我哋學校嘅學生呢？曾璧山崇能中學嘅同學仔，如果要講一句説話，我會話你哋嘅人生係充滿好多可能性啦。你哋依家係一個好青春、好開心、好無憂無慮嘅階段，希望你哋可以好好 enjoy 你哋嘅校園生活。因為我就真係好掛住返學校嘅生活，嗰啲團體生活啊，每一日見到最中意嘅同學啊，一齊去玩，一齊食 lunch 呢啲時候，我好掛住，好掛住。今日分享到呢度啦，多謝余小姐，加油！好。